乜嘢係 dot money 嘅單位呢？一個 dot money 嘅單位係一個名為 dot， 係唔被債務創造嘅，但係喺價值嘅交流同埋有形資本同埋人類意志力嘅基礎之上去創造嘅。更具體咁講，係希望使用 dot money 嚟換取商品同服務，為所有人去創造一個穩定嘅全球經濟。你可以諗出一個 dot 嘅價值係相等於一美元嘅購買力。dot money 上嘅獨特特點同埋業務計劃去允許交易 dot money， 同埋全球貨幣儲備 GCR 係 dot money 主要全球流動資金嘅提供者。GCR 同埋各國政府、企業同銀行喺各自嘅領域，以便去幫助去固定 dot money 同埋每一個 GCR 管理嘅貨幣嘅匯率。呢個將會有效咁樣支持市場嘅活動，使到 GCR 去持續同捍衛具體嘅匯率。GCR 同埋佢使用 dot money 嘅目標係有益嘅，係有助於創造全球經濟同埋貨幣嘅穩定。透過買賣 dot money 去使到一個市場嘅 dot money 同埋其他合 GCR 資格嘅貨幣有固定嘅匯率，亦都間接有助於去維持每一個國家嘅貨幣嘅穩定，允許貨幣同埋 dot money 進行交易。呢啲 dot money 同埋有 GCR 資格嘅貨幣喺嘅預定範圍之間，匯率將會係固定唔變嘅。GCR 可能係一個有完全必要或者有一啲特殊嘅需要基礎之上，先至會調整個匯率嘅。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 GCR 有意去釐定一個 dot 對1美元嘅匯率係一個指定嘅百分比。呢個係十分重視美元喺2014年12月1號嘅購買力嘅基礎之上嘅。其他嘅合 GCR 資格嘅貨幣匯率，將喺2014年12月1號或者喺當前嘅匯率計算為，或者經 GCR 研究同埋每一個國家談判去調整之後呢，允許使用 dot money。咁 dot money 正式啟動之後呢， GCR 就有資格將會宣佈同埋更新 dot money 同埋其他貨幣確切嘅匯率。